这样录影避免超过12个小时。送上 YouTube 的影片不能超过12小时，超过12小时就违反那个规则。26式有那个全文的有声书，这个26式速览，这是随书哦，有新式标点符号呢。旧的26式全文资料库和 ADB 性资料库里面随书没有标点符号哎，所以我就在找，刚好找到这个读点记手机程式，然后发现有随书啊，你看内容还有新式标点符号，萤幕录影，然后超过12小时重新录，用萤幕录影，用这样控制啊，可以知道不要超过12小时。然后有脸书啊，有脸书会跑出那个小视窗，有脸书会跑出小视窗出来，所以啊，不能全萤幕，要移过来，也移过来。